您好，非常高兴我请他维吉瓦斯，能够来访问你们，热烈欢迎您，热烈欢迎您来到吉尔吉斯坦访问。非常高兴。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.你好，大家好。再欢迎好。你们这里的天气也很好， Сегодня у вас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. 即将成功的举办一届上合组会。这边有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起活动的这个有访问中国的情况。Ваш визит в Китай в том числе.